請你們讚頌萬有的天主，因為他在全世界行了偉大的工程。我相信胡子義神父好認同呢句說話，特別當佢喺晚年嘅時候回顧返自己嘅一生，唔係因為佢做咗啲咩好特別，而係佢覺得係天主喺佢身上，讓佢能夠成就天主所做嘅事。胡子義神父早年嘅生活，深深咁塑造咗佢嘅聖召同埋佢一生服務嘅方向。胡神父生於1915年，唔到3歲就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佢爸爸戰死沙場而成為孤兒，只可以同自己嘅媽媽同有一位嘅哥哥相依為命。佢呢一段童年嘅創傷，使佢對於嗰啲被遺棄、被忽略、冇人照顧嘅青少年同埋兒童，懷有一份好特別嘅深切嘅關懷。喺成為慈幼會被修生嘅期間，胡子義神父回應咗當時中華會省省會長畢士維神父嘅邀請，加入慈幼會嚟到中國傳教。但係由於佢身體孱弱，又同埋健康出現問題，佢嘅發願一度被迫延遲咗6個月。就係喺呢一段咁艱難嘅時期，胡子義初學修士向天主許下承諾：如果我能夠發願成為慈幼會會士嘅話，我願意將自己嘅一生奉獻俾麻風病人，或者我哋今日更加好稱為漢心病人，全心全意為佢哋服務。天主垂聽咗佢嘅祈禱，而呢一位曾經被認為體弱多病嘅神父，最終以102歲嘅高齡安返天鄉。2日之前，即係1月15號呢，喺我哋慈幼會嘅禮儀年曆當中，我哋紀念一位喺南美洲哥倫比亞服務漢心病人嘅傳教士真福 Luigi Variara 神父。佢同胡子義神父嘅之間有住好多好驚人相似嘅地方，而胡神父亦都深深咁受到當年喺嗰度服務嘅慈幼會會士嘅啟發。喺呢度想同大家分享4個方面。首先，佢哋2位都係嚟自意大利，佢哋係離鄉背井，同樣徹底奉獻嘅傳教士，一生專注為漢心病人嚟到服務，毫無保留，甚至到達一份英勇犧牲嘅境界。其次，佢哋2位都係希望嘅傳播者。自古以嚟，麻風或者癩病人長期遭受到歧視同埋俾人排斥，被驅逐到荒僻嘅地方，任其自生自滅。胡神父卻將呢一塊被人遺棄嘅地方轉化為一片希望嘅園地。喺佢所寫嘅簡短筆記記述自己嘅生平嘅時候，記錄咗佢啱啱嚟到呢笪地方2個好深刻嘅經驗。第一，佢同病人一齊食飯，毫不畏懼，甚至主動咁同佢哋握手。呢啲對病人嚟講係前所未有嘅尊重同埋接納。佢曾經咁樣講話：呢一份嘅勇氣同埋靈感，都係嚟自喺哥倫比亞服務嘅烏利亞神父所啟發。呢一位嘅慈幼會會士，從唔會拒絕向癩病人表達一份適合佢哋作為人之間嘅一份友愛嘅舉動，因為佢深知拒絕會深深咁傷害到病人佢哋敏感而脆弱嘅心靈。第二，
胡神父同病人一同訂立咗幾條嘅重要嘅原則，亦都好清楚回應咗佢哋嘅疑問。第一，廢除呢個地方叫做麻風村，呢個名稱應該改為聖母村，到今日都係用緊。頭先大家嚟嘅時候都見到啊，係嘛？聖母村，九澳聖母村就係胡子義神父當時所定。第二，唔再稱佢哋為麻風病人，而稱佢哋係兄弟姊妹。第三，強調大家喺天主面前完全平等，因為我哋都有同一個父親嘅子女，同外界嘅人冇任何嘅分別。第四，邊一個已經好返嘅病人，如果佢想返到社會入邊嘅話，我哋會全力協助佢哋返到呢個社會。胡神父所做嘅呢一啲一切，正正咁為咗恢復返病人作為人嘅尊嚴同埋佢哋嘅自尊。事實上，胡神父嘅愛德服務唔係單止限於喺澳門。當大陸改革開放之後，佢更加親自連同好幾位嘅教友深入到內地，為漢森病人服務，亦都協助設立好多個康復嘅中心，將呢一份嘅希望帶俾更加多被遺棄嘅角落。第三，佢對聖召嘅關懷同樣令人敬佩。真福華理神父喺為當地患病嘅女青年創立咗女修會。同樣，胡神父雖然冇創立修會，不過胡神父喺病人當中推廣鮑思高志願會，一種我哋叫做在俗奉獻嘅生活模式。就係1968年，差唔多60年之前，就有6位嘅女青年係以前嘅病人啦，佢哋發願成為志願會嘅會員，喺胡神父喺中國甚至係亞洲首批招募嘅志願會嘅會員，佢哋奉獻自己，亦都協助胡神父去履行呢一份愛德嘅使命。最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樣，慈幼心。胡子義神父始終冇忘記自己係一位慈幼會會士，佢全心投入病人服務嘅同時，佢亦都特別關懷澳門失學同埋貧困嘅青少年。佢先後喺九澳創辦咗聖若瑟學校同埋雷明道主教紀念學校。頭先如果大家入嚟嘅時候，你會見到呢兩間學校就喺呢一個九澳村嗰度。為咗佢哋提供呢一份寄宿嘅服務，培養佢哋成為誠實嘅公民、熱心嘅教友，實踐鮑思高神父以愛育人嘅精神。頭先所講嘅呢4樣係胡子義神父一生當中佢唔會忘記，係經常喺佢嘅腦海入邊佢去做嘅事。事實上，回顧返胡子義神父嘅一生，我哋所見到嘅可能唔係啲好乜嘢驚天動地嘅奇能，而係一個活生生嘅道成肉身嘅見證。因為胡子義神父就係生活喺呢一度，佢唔係單止走嚟呢度為病人服務之後離開，喺呢一度生活，就好似耶穌一樣，道成肉身生活喺我哋當中。佢只係將耶穌基督，就好似我哋頭先剛才喺福音入面所聽到嘅，一一實行，去照顧嗰啲病人，關心所有嘅人，亦都以佢嘅一生嚟到做見證。願胡神父嘅榜樣繼續引領我哋走向愛德、希望同埋服務嘅道路。